再来看台南天狗日的疫情不止啊严重，到昨下晡为止，累计的本土病例是7930例，其中一个重症的病患住伫安南区，才26岁，因为病情恶化，目前有性命危险。伊的翁婿真悲伤，希望大家会当替伊的太太来加油。伊嘛来指控讲，都是因为里长甲管委会互相来甩责任，一直无整理社区附近空地的杂草，才会害伊的太太为着天狗日。太太感染到天狗日，当前倒伫面床顶插管治疗，状况将危急。病院甚至请家属做好上歹的拍算。他现在就是病危，然后昨天护理师有问我们说，如果要宣告的话，是要不要留一口气回去？所幸是边疼决不少，希望网友会当替伊的牵手来加油。所那个伊指控会感染到天狗日，就是因为社区附近的空地发真侪杂草，严过相关的单位责任塞来塞去，拢无愿意清理环境。今天如果里长没有能力，管委会没有能力的话，里长第一时间要通报相关单位往上呈报。我是从8月12号跟他告知，挂超爱厂商的电话，结果也都没有处理。国体附近中卫区一个空地草挖真捌，较高西团北bank，严过被指控推卸责任的当地里长强调家己不是无作为。上个礼拜6，我自己还有我一个妹妹，我们2个就自己背割草机出来割草。对啊，总是既然他们无所作为，我们还是必须得动。台南天狗日的疫情严重，一直到19号为止，累计本土有7930例。市府总动员进行天狗日的防治作业，针对民众反映讲环境的卫生歹，区公所是安尼讲，来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，请他们要尽速处理，一切以防疫为优先。南部的天气小热，搁加上落雨，地势团北邦的西团，防疫的作业相关的单位唔敢大意。如今针对民众指控得到天狗日恐惊是真好，区公所要求社区的管委会爱限期改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